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啤啤。今日煲湯，煲呢個羊肚菌排骨雞腳粟米湯。呢個湯滋補養生，有健脾益氣、補腎養血、提升免疫力等功效。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啦。材料有紅蘿蔔2個、粟米1個、排骨1磅半、雞腳6隻都已經飛水，羊肚菌6個、乾瑤柱4粒、紅棗8粒、淮山1/4碗、薑2片。將羊肚菌、紅棗同埋淮山沖洗乾淨，瑤柱就分開嚟到沖洗，然後用水浸10分鐘。之後剪開紅棗，剪粒核出嚟。淮山拎出嚟，羊肚菌剪開佢，沖洗裏面，洗乾淨。粟米切開幾件，紅蘿蔔刨皮切件，將所有嘅材料放入煲湯煲，加入12碗清水，冚蓋煮滾。滾起之後攪下佢，見到面頭有油就撇走，然後冚返個蓋，用細火煮1個半鐘。1個半鐘之後，見到面頭有油就撇走。我哋俾適量嘅鹽嚟到調味，然後轉大火，大滾多5至8分鐘，等個湯更出味。咁呢個羊肚菌排骨雞腳粟米湯就做好㗎喇，希望你哋都會鍾意。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，撳鐘仔。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出幾個唔同嘅家常菜食譜，大家可以隨時上嚟睇下。多謝你哋嘅支持同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